我叫邱叶明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。总有些人急功近利，也有些人选择正义，也有些人你永远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，但通关总没想象中顺利。赶紧看一下密函里面有什么。白纸一张啊！不是吧？无字天书？那下一关的任务到底是要杀谁啊？不是要杀写密函的人吗？白纸哪知道是谁写的呀？哼，白忙一场。哎，亏我一大早爬起来，回去补觉。补个美容觉，走了。我先来，炸！不玩了。你们牌那么好，喂，你不玩我们找鬼玩啊？整个古代就那么几个人，你不玩早说呀！我少杀个士兵过来凑数啊！郭思聪，到你了，别光顾着说话。李三根，你怎么会随身带着一副扑克牌啊？哎，早知道带点什么啤酒啊、花生啊，就不用那么无聊啦。我这次也来得太匆忙了，化妆品和护肤品都没带，烦死。小明啊，你看了那么久，看出字儿了吗？还没有。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嘛，还说这一次任务是读解这封信，刺杀发函人。这是密函，哪里那么容易给你这种笨女人看到内容啊？你聪明，那你看到什么了？我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小明，小明，干嘛？哥哥一看你就知道是聪明人，你负责解读密函内容，我负责炸。哦，好吧。炸！是我眼花吗？怎么好像有些字迹啊？哎，有字了，有字了！我看到信上的内容了。看一下。哎呀，小明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！你这小子，你小心密函乱了！松开我！太子妃？太子妃？难道是传说中的碰碰？这位先生，你走错片场了，我们这里是疯狂刺客，好吗？哎，这不是重点，关键是这封信的发出者，这个柳先生是谁呀？我知道，是个男的。哎呀，林晨姐，连我这种小孩子都知道，先生也不一定是男的，好吗？是吗？女的干嘛叫先生？那你们干嘛不叫我先生？没文化，真可爱。总之，我敢断言，这个柳先生肯定又是一个臭男人。
你又凭什么这么觉得呢，夏先生？就凭我女人的第六感。切！不是，你们听我说，我的第六感很准的。那个柳先生，不是整天沉迷在赌场，就是整天留在风月场所。你们不信就算。哎。美人儿。先生，小女听闻龙之子不在朝中，如今朝中之事都由皇叔才执掌着，不知是否属实啊？朝中之事，岂是我等草芥能知晓的？先生真会开玩笑。现在全城百姓都知道，先生您是太子妃的亲信，龙之子的行踪，您岂会不知？知道太多，很危险的，小心你这个漂亮的脑袋不保哦。不管龙之子行踪何去何从，今晚先生您就是我的龙之子。你这个磨人的小妖精，竟敢出此忤逆之言，小心隔墙有耳啊！我就说嘛，我的第六感很准吧？这个柳先生肯定不是什么好货色，果真就是一个好色之徒。我还是第一次觉得古代的好，哇，这样明目张胆的撩妹，还合情合法合人性，真是爽啊！哎呀，麻烦克制一下你的手啊，别摆错重点好不好？喂，这边柳先生走了。要追！哎呀，走了啊，走了，去追了！哎，让我再多看两眼。出来吧！哎呀，都怪你误打三粗的，动静那么大才会被发现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打架，别打架，别打架！你们别闹行不行？现在怎么办？赶紧推一个人出去。救你！你干嘛不出去？哎呀！从碧波楼出来，你就一直跟着我。你到底是何人？我勒个去！这货还会武功啊！我就说嘛，这臭男人果然是不会词儿。这样也好，可以不用打打杀杀的。不对，万一一会儿那女的把柳先生给杀了，那我们的任务岂不失败了？对哦，那怎么办？上！还等什么？你不想要奖金了？他娘的，给老子起开！诸位，别诸位牛位的，你的命值钱的，赶紧逃吧！不用谢，快滚！你学是。嘿哈呀！好呀！
不玩了，吓跑了。哎，那个柳先生呢？对啊，不是要杀他吗？干嘛放走他？明明是你放走他的，那还不赶快追！现在人都跑了，还追什么追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？长命功夫长命做，不如去 happy 一下，来场公元前的喜爱夜谱吧。夜谱？这种时候，你居然还想着花天酒地？刚刚大战一局呀，我们去补下血了。你确定是去补血，不是去献血吗？不愧是男人啊，你懂的，去不去啊？去啊！你们臭男人去就去呗，我可不去。谁叫你去的？你有看过人出去蒲还带着个拖油瓶的吗？你，好了，去补血了。好，邱彦明，还愣着干嘛？哥哥带你去开开眼界，来呀！哎，你们自己污就算了，别带坏小孩子好不好？你呀你，毛都没长齐呀，还是乖乖回家喝奶去吧。啊，这么巧啊，我们也要去喝奶的。快！哎，别看。小朋友，你刚刚真的想去吗？不想，一点都不想。难道你不想跟他们开开眼界吗？不想，一点都不想。哎，想不到你还挺纯情的嘛，小朋友。其实不是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在那儿混的。凌晨姐，你别误会，因为我妈妈是在夜总会做前台的。拜托你说话别停顿那么久好不好？真的吓死宝宝了。所以我从小到大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，白天自己去上课，晚上就在夜总会待着，等我妈妈下班就把我领回家。所以那种地方我早就看惯了。你已经比姐姐我好了。从小我就父母双亡，姥姥也觉得我是天煞孤星，一直都很嫌弃我。所以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瘟神，我才要努力拍戏。等我红过范冰冰，我就可以赚很多钱。很多导演说我不够高，但是等我火了之后，我一定要买遍世界高跟鞋。我觉得凌晨姐你这么漂亮，将来一定会很火很火的，所有的男人都一定会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哎呀，你好坏呀！你好坏呀！你要喝多一杯呢，来啊！来，多喝一杯嘛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我最讨厌就是那个夏凌晨，整天在故作冷傲，根本就骚到骨子里了。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纯天然的，我一看就知道他哪里是动过的。真的吗？哪儿啊？凭我的火眼金睛我一眼就看出来他的头发是接的。你好坏呀！宝宝，你说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糟糕啊。你不认识他，你了解了之后，可能就不会这样想他了。我知道了，莫非你对他有意思？管好你的嘴巴，别乱讲，我对女人没兴趣。
哈哈，你对女人没兴趣？我一早就看出来你有问题了。别乱想啊，我没问题，我很直的。我不是怀疑你是直的弯的，我是说，我一早就看出来，他对女人有偏见了，肯定是被女人伤过吧，不然那么多美女在旁边，怎么都不好好享用一下呢？不是这个生理有问题，肯定就是心理有问题了。来，哥告诉你们，人生呢，在哪个地方跌倒，就在哪个地方再跌倒一次，不然呢，你不努力一下，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啊！绝望。来玩儿，宝贝儿们，爸爸回来了。对了，林晨姐，啊，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游戏啊？没有啊，最近刚好有时间，没有戏拍，所以就过来陪你们玩玩。你要知道呀，像姐姐这种当红演员，平时哪有空是吧？那你觉得我们5个人当中，谁可以拿到1000万奖金呢？那当然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啦。我觉得思聪哥他好聪明啊。他呀，他就是个自私鬼，说起他老娘就生气。还有那个3根5大3粗的，啊，当然是小明最靠谱啦。那元宝哥呢？他呀，就是人长得太蠢了。哦。不过，像他那么专情的男人，确实是比较稀缺。哇，你这么早啊？不多睡一会儿？起来后在破庙里没看到你，就出来找你喽。他怎么这么注意我呀？难道他拜倒在我的美貌之下了，要向我表白？世上女人那么多，可上帝偏偏宠爱我一人，给了我让人妒忌的美貌。下次一定要劝上帝，要雨露均沾。那个，你找我干嘛呀？那个，我没事儿，你说吧。谢谢你昨天的卫生巾。这么久才憋出那么一句话，不用谢，我们能一起进来这游戏也是一种缘分。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。来了，他真的要向我表白了，怎么办？我要不要接受他？如果接受了，我的演艺事业怎么办？长得太美，真是一种负担。我手机没电了，你可不可以借个充电宝给我？不行，你手机耗电就应该用我这款手机，最省电了。更何况我自己手机也快没电了，还没来得及在古代自拍呢，照片也不够发朋友圈呀，所以充电宝不能借你。你们女人真现实。喂，你说谁现实呢？你们女人不是很现实吗？10个有9个拜金，没房没车就分手，遇到有钱的男人就去倒贴，永远都是优先考虑自己，根本就不管是不是真爱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奇怪呢？一
言不合就说我拜金，你以为女人天生就爱钱呐？我们不是怕穷，而是穷怕了。从小我就父母双亡，姥姥也觉得我是天煞孤星。啊？我从很小的时候生活就一直很穷困，吃不起辣条，煎饼果子交不起蛋，坐不起空调公交，充不起话费。直到我在奥运会上看到了一个外国冠军，他实现了嫁有钱人的梦想，从此不愁吃穿，生活就很富裕很幸福。我知道他之所以能实现梦想，是因为他有着一个好身材，尤其是他能又大又翘的屁股。所以我也要实现我的梦想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我一定要赢得这次比赛，拿到1000万奖金，把身材弄成他那样，那么我也可以实现梦想，成为红过冰冰的演员，买遍世界高跟鞋。听着好像哪里不对，但是他真的很有上进心。女人可以那么自强不息，真的是百年难得一遇啊！本来再过10天我就要过生日的。啊，我也是10天后过生日。但是我没有蛋糕，没有 party， 这次连生日都过不了。到时候我给你唱生日歌，我们一起庆祝吧。哎，我没看错吧？杨大，你看，我头上多了一滴血耶！为什么我少了一滴啊？哎，难道牵手是可以传递血滴的？那你赶紧来拉我的手，把血还给我啊！不给！哎，凌晨，这滴血就当成是你提前送我的生日礼物吧。哎，你先还给我，我到时候再给你嘛。原来你们男人也是很现实的呢。凌晨，等等我啊！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上那个郑元宝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游戏很多 bug？ 对啊，我还发现啊，那个血量还可以。可以什么？等待是最长的陪伴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，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。
我还在老地方。